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姑，欢迎收看福起来。今家人过度，搭餐就听外面吃饭，有的人吃得过度，有的人吃得过贵，但是伊的可能营养都吸收的无足。但是按样的食，咱可以吸收得到应该的营养，还是讲营养的食，咱个平衡。安尼今日有请我来宾咯，伊系个讲什么的营养师哦，伊要来到我哋现场同人讲，第一养健脾，第二讲人气营养师，第三研发出按样的保养这个身体。我哋马上来欢迎我哋今日的来宾，我哋的副教练来现场。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的营养师，我叫赖富君营养师。副教欢迎来哦。像其实营养哦，其实我哋睇下人家贵重视的问题，有的人年轻都吃得贵哦，有的人吃得贵多哦，但是也营养可能吸收唔足。我跟住问题係，像我哋講法以前哈，我都想過副君，你當初怎麼想要考營養師呢？講到呀，我都感覺一好笑一神奇哦，吼。其實啊，我媽當初嘛唔知做嘛讀營養也只科系哦，剛開始考試都分發到也只科系，啊都戇戇的安尼進讀，讀專科過來大學，過來研究所。都一路安尼做到也下都第16年的哦，好啊過程呢，其實呢蠻有一些艱苦哦，因為啲學校啊，愛去醫院實習，愛實習的時間呢，其實都會接受到病人哦，病人啊，唔過有的啊，病人都係有一些慢性疾病啊，啊有一些急性的一些重症啊，也得啊，拢爱营养師去指導佢飲食，所以呢，家下哦，其實家下接受病人的時間呢，會緊張，啊慢會驚，所以啊，家下呢有上愛放棄，啊唔過呢都想講。讀落也係營養科系嘅，嘛冇第二專長，嘛唔對我做乜嘅，所以都一路安尼堅持下去。硬頸啊，行下嘿，行人嘅硬頸。但是我常常從其他電視看到佢嘅副卷啊，其實我都想講，咁唔見啊，佢講到底一般人因為營養師，除咗我哋講頭先講嘅睇咧，我哋喺醫院嘅地方嚇，我哋知道嗰種無營養嘅病症嘅人。好，譬如我哋糖尿病嘅人，而食啲東西、食啲方法，冇都食啲量，我同朋友冇同樣。還有心臟病嘅啦，可能都冇是按到鹹嘅，所以我要搞嗰度特別嘅病症嘅人講。佢一般嘅人咯，一般嘅人對營養嗰方面，因為講，我哋米亂嚟食啊，營養對一般人來講有乜嘅影響？我都講，你對一般人來講，台灣係講乜嘅東西啊？哦，其實咯，我就話我看一下面對嘅人係乜嘅人。譬如講健康嘅正常人，我就會講健康嘅正常嘅飲食。還有糖尿病，我都會搞佢糖尿病嘅飲食。啊，還有血壓嘅問題，都會搞佢按樣嘅食。所以大眾嘅病都冇營養嘅飲食哦。嗰種看起來係啲健康嘅正常人，但係其實可能有血壓有偏高。嗰種平常都冇食得按下，我都講，伊可能平常有啲腸胃嘅問題，可能而家食物都要排斥。但是我想我見下幾當然想我問你講，我因為健脾啊，你面對啊，頭都講，你看到我面對乜嘢人咯？頭都睇到看到講面對乜嘢人，我先講，你係係健脾。也係青島人冇癌嘅問題哦，也是我讀到青島人冇癌嘅，因為啊，也係人咯，一種。大部分的人都係體重過重，尤其呢，我行嘅校園的演講嘅時間，發現到一係幼童啊，肥胖的比例其實一高哦，所以呢，飲食就要從小養成，我想問一下，你係同我哋冇運動，還是講身體好？你關係咯？其實應該都係身體好。想要問一下主持人咯，唔敢做啲分片講食品變食物有冇營養？食品就食物啊，係，唔係都係食啲東西哈，有差哈，食冇營養。其實差唔多，食物呢都係新鮮嘅食物，食品呢都係加工過嘅，加工類嘅食品呢其實都一道油、一道鹽、一道糖，啊個有一道調味料，所以呢要到加食都會增加人體重。
我要反驳。好，但你反驳。食品过好身呢？食品改好食，改好食对，因为伊有一道糖、一道油、一道盐、一道调味料。里面头都讲一道油、一道盐、一道调，啊，听到想到薯条、炸鸡，我就说哦，这种食品哦。可是如果几道油、几道油，为什么能够好吃呢？因为好食都会加一道油、一道糖。个调味料吼，一样来分析吼呀，像油豆啊、糕饼类的饼诶，吼蛋糕，吼还有一些糕饼类的也都拢系一道的油，唔知迄马甲油嘛？马甲油怎么好吃啲嘛？没奶油哈？奶油、猪油、酥油，吼，所以这些呢，就是会让你入口即化，也得。食材有一好食草嘛，啊批起来咧，几香啊！一香。原来以前有一个平的名牌的嗰种薯条啊哈，也用牛油炸的，是啊，咪要炸出来的时候，提了一排队。种样的营养师拢唔敢吃咯，因为吼个油拢太多，油太多呢，摄取下来呢，久诶都会体重都会更增加哦，吼。啊，过来呢，糖也系加工类的食品呢，糖一道，因为糖怎会香，怎会好吃，怎会口感怎会好。种有的什么，要是一些蛋糕、零食、饼干，也都拢系糖一道。可是我等到是一细细的呢。一点点蛋糕，一点点饼干，一点点糖。这个就是营养师要告诉大家一口肥，所以以后可能热量都一口诶。我记得要记法一口。一口肥。我明白了，我想讲奇怪呢，好像是一口的，一口给乱讲，一口饼诶，一口我哋咧拌咧，客家人咧拌咧，吼，我咧北条公拌，咁我食到，但是讲热量唔单止一口咯。一啲东西拢系营养师唔敢食咧哦，糖、冰油。吼，也都安尼，我本个加工类的食品，感觉一好食一香。啊，还有呢，盐分嘛，迄加工类的食品呢，像香肠啊、火腿啊、腊肉啊、热狗啊、泡面啊，吼，讲盐要多诶，一道腊肉。也都盐分拢一个，盐分一个呢，慢慢造成人的体重进来进直线上升。这么个盐分同我哋的体重有关系喏？有哦，盐分就会造成水分的滞留，所以你的体重都会越来越上升哦。咁唔咱嚟讲下去，我请问一下营养师。常买的嘛，贵什么东西？营养师会保持口味清淡，也是重点哈，也是维持你的好身材的一个重点。跟女生就贵困难了吧？口味清淡。所以一系列都好，一张夜市一次都好。跟相同的讲，也都应该全部按照食品，错嘛？是。咁马上就食温咯，食温都食温。其实营养师一再宣导大家吼，也都加工类的食品呢要较减少啊。啊，不过也哈呢，大家伊像买到老板买到的东西，拢会大块都做的是。我记得大块都做的是，也都会食品，都会加一道的调味料。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用新鲜的食物去煮的，现煮的新鲜的食物是清健康的。嗰时如伊迄可能用譬如我哋讲蔬菜去水煮，哇呢，第二路也唔算加工的啦，哈，所以你把它煮熟，哈，唔要讲把伊去加乜东西样呢。然后我想问一下，面条算食品还是食物？面条其实是算食品，啊，不过呢，因为佢嘅烹调的过程，有等于会用一道油去煸，一道油去炒，啊，加一道料，一道呢都要较干嘛。但是水煮的面条都可以啦，哈。嘿，水煮的面条。咁安尼翻我都有点问题呢。虽然你讲啊，等大口落的东西按照食品，知嘛哈，减少去食。我同讲，而家人规模限呢，我食条路人啊，有时些下班的路7、8点的，跳喺路尾先话贵嘅，唔想即个煮。啊，请问一下，我听外面食啊，因为是咧讲讲，但是唔可以讲移民嘅规模限，然后去见食见皮啊。种营养师啊，要一个准备偏糖，啊，不过呢，下摆呢，无封片的时间嘛，要吃脑包的东西哈，脑包的东西其实你都要注意哦哈，有一些原则做得把握的哦哈。观众朋友记下落哟，听外面吃东西的吧，按样我吃来健康哦。种人朝朝要吃咧都系偏糖，错嘛？偏糖
动，主持人要选择哪种的偏动请好食？恁讲鸡腿便当啦，卤排骨啊，什么？嘿，最好食的呀。好，像烧腊广式的也得要食动无？都无呀。袂吼，对哦。烧腊广式也得偏动啊，一炸都超过1000卡热量哦。请问一下，1000卡，1000卡，我的一差不多一多啊。像主持人安尼身材啊，吼，安尼年轻人啊，差不多一日都会1800到2000卡左右哦。可是我记得隔壁差不多都。伊的便当都要一日的分量都差不多超过一半了。啊，你看看的有一点营养嘛？下注意的暗夜，有一点宵夜，有一点。嘿，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肥胖这么多都还安呢？可是等于讲，我的一日差不多1800，差不多。但是我的食材高诶。食材高诶都会转变成脂肪，储存在你的肚子、大腿、身体。你咪叫我的食材高，多在听我的身体有冇错嘛？安尼爱滴耶。所以偏动咧，好像广式啊、烧腊呀的热量较高诶，我都唔要选择。冇太多的调味料安尼，都会热量都会较高嘛，所以600卡左右到700卡天安尼吼，所以都做得减少差不多300卡的热量。可是变成个人是偏动的时间，如果冇相讲个上阿是冇就是冇个啦。是至少大家来看到，伊伫尾话有菜过多的啦，个少嗰种加工品的东西会过好。嘿，嘿有读到像一些炸鸡腿啊、炸猪排啊，吼，外皮去掉。外皮最好吃呢，营养师。外皮是营养师拒绝的呢。好，所以呢，吼要拢个小细节拢要注意哈。那像有的后生人会选择自助餐，哈，自助餐像头家要问讲，小姐，我爱五谷饭也系泡米饭呢，像主持人要选择哪种诶？五谷饭天硬。五谷饭天硬，无错呀，天硬都係佢度嘅纤维一道，纤维质很多呢，其实对减重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像我营养师拢会选择五谷饭，糙米饭、五谷饭也都比泡米还较好哦，也都纤维呢，其实呢，我本人食2-3盒，我都感觉一种一包用诶，因为佢要熬一道后，错嘛。关怀菜的东西，这样对人体是较好的，因为呢，它会延缓血糖的上升，然后呢，它有纤维质，它可以让你提早有饱的感觉，因为我们平常食了很多的体类的食物，休息一下哦，对下我们的营养师帮同学们讲，更多个精彩的知识哦。欢迎过来福起来！上一堂节目我的营养师同人讲，我先食物，莫先食品。像头先咱讲到，其实是批菜的部分啊哈。刚刚讲的主菜呢，主菜一天要是好食的吧？哪意思个这么？主持人他选择哪用的主菜？譬如讲，有冇好不爱先？鸡腿，炸的鸡腿，炸的排骨，也系炸的鱼。也是蒸的鱼，那个 idea 一定有陷阱的呀。我选炸的鱼，鱼总可以了吧？炸的鱼是营养师唔敢选择的，营养师要选择蒸的，也是卤的，也是空肉，也得可能会比炸的还较好。不过呢，他把现在像自助餐某按多好选择的时间呢。我现在的炸的主菜呢，我都会把外皮去掉。但是营养师我会反驳，我那个买炸的，伊讲我有绿油哦。清凉。可是其实伊安尼的果上其实无减少油一度，系咪？系无减少一度。
基本上我唔得，基本上它还是用很多的油去炸的，所以呢，佢会 keep 一道的油伫度。所以呢，像有的炸锅的吼，也系卤猪排啊，有的用迄炸锅过去卤的吼，也营养师都唔会选择，营养师会选择，比如说白切的啊，哈，或者是蒸的啊、卤的啊，来减少一些油的摄取啊。安尼是就比如讲我头同讲的拍炸的啦，哈，如白切的哈，刚好可以沾调油。做得一丝丝的调油，强的调油，莫调油高。我请问一下哦，营养师偏懂大方了，还没马个乱的拍炸？啪，安尼是真健康的吼。啊，过来呢，抢菜呢，我要建议呢，一层一拍的。唔要安尼要考虑到无？抢出来，我们现在也系侬现在去个爱食咧。当然，这个爱食的啦，买到一层一拍咯。一层一拍都系，我现在一个橙色咧，像芥蓝菜啊、橄榄菜啊、法菜嘿。啊，过来拍色咧来搭配，像白花菜啊、小白菜啊、洋葱啊也得啊，一层一拍安尼，让营养素都要做得较均衡诶。做乜个一层一拍也营养素有均衡？哦，因为佢嘅植化素冇共用植物生化素，所以啊冇共用嘅是会。佢颜色不一样，佢植化素嘅来源嘛冇共用哦。哦，嗰是最简单记的，你讲。一层一拍嘛，以前我哋讲嘛五蔬果嘛五色，我想讲，明白这个自助餐我想讲，那批的五色头里哦，但是一层一般我都会记得，至少我有的层呢，好批的拍的，好，但是最后冇炒的都以为，冇唔错。因为其他嗰度炒菜啊，比如讲我哋咧菜看了嗰咸嘛，嗰油量嗰油咸，就我加嗰度油。像营养师啊，喺老板买的菜啊，太油、太光、太亮了，咁都会用嘅小滚水去卤过、烫过安尼，都会发现嗰碗嘅小水呢，一道嘅油滴。哦，係呢，哈，你像我哋有時我哋食嘅火鍋啊，有冇？有啲油全部都漂喺上面。係，嘅油同營養師都會。因為有一站嘅，譬如講我減皮啦，剛剛都食菜好冇？我都食菜好冇？都食蔬菜好菜，我發現唔錯，可能一食冇講一皮啦，但是冇講一超人的，如果可能嘅菜啊，吼，其實真的是超級多油。係，冇唔錯。咁所以有時我哋講，譬如我哋食菜，我哋嗰度嗰種調類嘅製品，素雞啦、素魚啦。嗰種嘛算健康嘅食品冇？其實佢算加工類嘅食品，所以呢，我媽冇建議講一天要食菜。其實很多營養均衡選擇每一類的食物，安尼其實是較正確嘅。嗰時叫做減皮，冇一天一定要食得安清，一定要食菜。冇一天，像有的後生人啊，會簡單，會想要較夾啊，會選擇麵攤隨便吃一吃。好像有的後生人來逛門診，我都問佢講你使用嘅事，佢講哦，按部頭都一碗陽春麵，一碗乾麵安尼。安尼，請問主持人，對安尼營養會有失調的狀況？嗰種咱嚟講嘅話，其實拖安尼搞好了，我睇到見我哋營養師嘅陷阱喺內，伊講，嗰樣嘅話應該係麵是鐵道。麵是太多，過來呢，嗰碗麵都係澱粉類，都係五穀類嘅，所以呢，都冇好嘅蛋白質來源，所以我會建議呢，應該是麵的時間呢，都搭配嘅豆腐、豆乾或是一顆滷蛋，安尼都有好的蛋白質的來源了。啊，冇忘記哦，一天要有一個燙青菜。嗰是等於你講，唔同你講，譬如講，唔同我講嗰種涼拌麵，好冇？因為我哋一般那個，譬如我哋人強人的生意呢，哈，涼拌麵那麼飽。但是人家意思就講，其實唔好食到涼拌麵，另外一碗麵可以拿來，譬如我哋切一些條管，一些卵，好，然後加一些菜，安尼其實冇會有食飽嘅感覺，但是至少也要營養吸收會個平衡，均衡，好，人係按你意思啊，係啊。
过来有一个诀窍，一定要搞大家哈。营养师都会很老板讲哈，卤汁、肉汁、肉燥不要加。那个老板会很开心，因为很多人想加。对，因为呢，这个卤汁啊、肉燥啊，拢爱剔油哈，剔油呢，其实拢会造成你的体重越来越上升哦，拢会肥胖啊。所以呢，像我拢会很老板讲，烫青菜就给我一般的烫青菜就好了，不要淋任何的卤汁或是肉燥安呢。你心里面想说，刚还是没有营养哦。所以营养师哦，在食的方面啊，也系拢系诀窍啦。可是其实人家讲过多，变成讲，俺们平常吃的东西的，俺们搭配的东西，讲到，过好吃的方法其实要过注意些。好，因为可能为嗰度热量加喺地方，那个额外的热量加喺地方去。其实我讲可能其他观众朋友地方也嗰度喺我哋咧孩子大姐啦，妈妈啦，其实有的人会有一些更年期的问题。那更年期的饮食同埋减肥饮食有同样吗？其实更年期的症状啊，一抖啊，像有的大姐会同我讲啊，给我燥热啊，会就是盗汗啊，会心悸啊，心跳加速啊，那情绪可能会易怒啊，也得其实拢一抖一抖的状况哈，所以我会建议讲哈，吃的东西呢，除了吃的东西以外呢。我会建议说，先看一下妇产科医师是不是说需要补充一些荷尔蒙的东西这样子哦。那饮食的部分呢，就得用一些较清淡的饮食哈或者是说要改善他的情绪，就得现在色氨酸一多的东西，像香蕉、牛奶。像也的坚果类也的都是可以放松他的情绪，可以让他会让他的神经传导比较稳定的。然后情绪好的话呢，都会所以会较安稳。那所以较安稳呢，给他情绪都会较好。可是我真冇想到讲，其实我问题这个情绪可以是香蕉啦、牛奶、坚果类、色氨酸，也会让他的体内的血清素可以上升，血清素上升，你就会觉得很快乐，可以觉得很开心。你有想过，如果到我哋咧这啦哈，叫做更年期时，心情唔好，我如果是炸鸡啊。其实唔係哈。因为炸鸡其实对我哋更年期的这来讲，其实係過磨的东西。不建议，也不适合。我说，佢譬如說，更年期嘅出人頭去講，我哋可能去看我哋婦產科醫生嚇，醫生我哋牛，佢牛奶啦、香蕉啦，佢運動咯，而係咪可以去運動啊？佢運動呢，都要選擇較緩和啊。唔好講跑步啊，那些激烈的運動會增加膝蓋的一些負擔，所以呢，就慢走啊、快走啊，或是像一些簡單的伸展操也得呢，都會對更年期的婦女都是有幫助的。咁我家出的問題不能哈，咁種我見人家面前係一個更年期又想要減肥的婦女。唔會看用嘅菜單味啊！其實我會很記講，我把握也個原則都係，現在新鮮的食物做唔得現在太多加工類食品安尼。其實加工類食品啊是多嘅也體重上升也是一天的嘛過來呢，我現在可能都愛較養生的料理，養生的料理呢都像我這陣頭像我去幹嘛？我更年期，所以我這時頭要選擇一些較少暖的東西，較少暖的像小米粥啊、燕麥粥啊，落一些紅棗啊、枸杞啊，也都係攏係養生的料理。像炒青菜呢，我會建議講像菠菜啊、芥藍菜啊，也都做得落一些枸杞下去炒。雞湯呢，做得落一些紅棗、枸杞，也係生米，也都攏做會得。可是等於你講佢把嗰度中藥嘅知識嘛，加入入嘅嗰種養生嘅一種搭配地方呢，嗬。像我哋中藥係咪米呢種東西都適合嚟加入我哋咧譬如講養生啊、冇補鈣呢啲食品地方。其實唔係哦，我嘅體質比人嘅體質其實都冇乜共用，所以呢，最好是請教中醫師看補養嘅藥材。
对人较适合安尼。可是你对人讲，你这个体质无相关的体质，要先问中医师看过以后，分配你的体质以后，然后咱选择有哪个东西介意你日常的三餐里边。嘿，因为中药材呢，营养师可能无像中医师按专业，所以做得请教中医师，这样加到你的料理里面，安尼可能会较适合哦。可是我想到，其实我哋一般来讲，食补，其实迄个柜台学问哦，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下一堂埋过精彩节目哦。欢迎过来，福起来！上堂节目，我的营养师傅君同人讲，减皮的人同减氧的人一样的事。咁傅君我想问下，其实我哋更加。我哋咧台湾嘅沙飛啊，嗬，以及今年種老年化沙飛嘅，我哋嗰度嘅銀髮族嗬，我哋觀眾朋友嘛，嗰度係人哋他們嘅年紀嘅人，我想問一下嗬，銀髮族以及佢喺食的方面，嗬，要注意乜嘢東西啊？哦，因為呢，我喺經驗都係我兼一度嘅長照機構嘅，當然都在接受呀老人家嗬，老人家接會同我反映講，哦，其實佢冇胃口。唔知做乜玩的嘛？唔知你都一歲一歲哩吼。嘿，因為它生理的變化哈，給它唾液腺會分泌會減少，然後腸液、胃液、消化液也會分泌減少，所以佢都冇感覺會搖。那可能口乾的狀況其實還蠻多的，所以呢都會感覺食東西冇味道，都會冇上啊食，見冇上啊食營養都會見來見冇好。哦，係呢，咁樣樣咯，因為有冇講，唔講係食伊講，我冇都記你咁樣咯。還有一個問題都係嗬，驚到牙齒冇好，咬唔停吐，所以呢，青春藥嘅都係批一個假牙，而適合切假假牙，因為而家假牙一方片，做得按部頭拿下來，而食東西嘅時間上倒上去，假牙其實呢都做得。本期享受到也得食物的美味，哈，所以也得青春藥都要先批的講啊，真係唔講啊，冇法好，你都唔想食東西，唔想食東西，你都可以見抽，啊唔講，咁那都是那一冇胃口，好，你變成一個惡性的循環啦，哈，不是一個好的講啊，其實我表現的可是我想要食東西，但是問題，伊食的東西一定會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咧太陽曬吼，嗰度常常會食東西會講到。嘿，我見錯，我講到，佢一片夫婦一樣去處理咯。其實啊，一隻原因都係講嚇，本期嘅東西太硬，佢冇法度好咬，冇法度好咬都會講到，所以呢，其實食物咧選擇一重要嚇，像牛類嘅東西哦，我都會建議講嚇，唔好用炸，唔好用煎呢，一到太硬，老人家冇法度好食，所以呢，我都會建議講嚇，會選擇誒，可能較好消化，啊用煎呢，冇用炸嘅。都會感覺較好食嘛，較軟一些咧，落一些咧薑絲，落一些透絲咧，本期有的味道，冇限制到按多安尼，過來呢豬肉呢，你看，像有的老人家，這個豬肉咬唔停肚，還有筋呢，嗰度咬唔停肚，所以呢，我都會建議講用到高牛去蒸，用蒸呢蒸做紅燒獅子頭啊、粉蒸肉啊，也都落一些米，落到飯後，安尼軟軟濕濕，安尼老人家會較食得咯。係用嘅，唔講到喺高牛啊，幫我哋都上到客家有啲貴陽碟肉樣。伊好食嗬。係，如果好食，但是你頭講嘅重點，加一些米。因為我哋點樣有人係用煎的啦，但是可能我哋太陽茶吧，可能加一些米，比如都同人講啊，伊可能喺我哋唾液腺，冇按到口蘭，冇按到腸液，我說伊真的最早唔想食。所以見到食東西會感覺，呢種冇乜味道都冇想愛食，所以。剛才想要重複一講，譬如講我哋太陽茶真係都營養好，都看到伊唔到上升嘛，哈。剛剛我想講，我哋天上有賣嗰種營養補充品啊。我哋太陽茶係咪適合食安尼東西，還是講我哋要先用嘅營養補充品啊？
哦，我要建议讲吼，含迄新鲜的食物来源是挺好的。有的弄人家要吃一道的保健食品，结果保健食品反客为主，都会吃一道保健食品，啊，后部的新鲜的食物都吃唔下去的。但是什么？但是里面俺的从头看电视啊，一个哦，明个三年蔬菜，你们维他命 C 又摄取不够啊，你们维他命 D 又摄取不到啊，可是我能那么一买啊。哦，也是一多人的问题，拢系安尼吼。伊头班来第二验的时间啦，有一只大姐大哥来同我挂门诊，结果那医生人中的保健食品来问我都问佢讲，你做嘛补充一道保健食品，花按多钱？佢都讲，大家讲也是咧一号啊，我都问佢讲，你是按多，也翻是会落嘛，也是不是会落嘛？佢讲是唔落嘅，因为是到10粒一串那是10粒的保健食品，其实安尼冇真卡咧哈。我要建议讲，新鲜的食物摄取不够的，再用保健食品来补充。那有的保健食品呢，可能嘛系化学合成的，好，所以其实呢适度的嘛唔肯定是安好的东西。我是头都讲嘛，一传生意是两个是药都是饱的。系啊，嘿，有的保健食品佢会强调都系植化素，植化素含量很丰富，佢会用生物科技的方法把植化素萃取出来。不过植化素呢，新鲜的蔬菜水果地度都有诶，你滴奶嘛？主持人滴奶嘛？我植化素。头有讲到，某个橙色的系咪？橙色的系咪？嘿，橙色变白色的，其实植化素有7种的色咯。你滴奶7种嘛？彩虹吧。对，彩虹，红、橙、黄、绿、紫、黑、白，不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哦，是红橙黄绿紫黑白。粉色咧都像苹果啊、番茄啊也都，所以呢，苹果呢要连皮穷下色，因为给它植化素拢伫给它外皮，粉色咧。当然讲苹果的皮没讲过就辣哈。色比枪，色比枪，色比枪，但是皮而连着是。嘿，那我记得了。橙色呢都会柑橘色的，柑橘色的就像柑莓啊，柳丁啊，黄色的呢都像黄梨，个有香蕉，香蕉也都拢系黄色的。绿色的都是深绿色的蔬菜，拢做得嘛像一般的青菜拢是深绿色的，像紫色的都有球的，嘛是紫色的，个有葡萄、蓝莓也都拢是紫色的，好，黑色的有嘛解呢？无色的有嘛解嘛？想得到吗？无色的哦，葡萄有紫色的，无色木耳、香菇也得，吼，白色的呢，都会像大家拢滴的洋葱啊、小白菜啊、玻璃菜啊，也都拢系白色的。不过我记得咯，白色的佫有一种好的东西，都系蒜头。因为佢迄白色咧，吼，佢伫度的植化素嘛，做得提升人的免疫力嘛，做得清除身体的自由基，所以是一好的东西哦。所以当然是都要7种颜色的蔬菜水果，红、橙、黄、绿、紫、黑、白，都会一健康诶，都唔是个补充其他的保健食品诶。可是其实迄个最简单的事情咧，吼，就是讲我哋咧三川地包，吼，有时都要得为。吃的这些东西，好，底部有植化素，我请问一下，植化素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乜嘅帮助啊？好，植化素都是植物生化素，都是有7种颜色的统称。有7种颜色的植化素呢，其实呢都做得帮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那自由基太多会攻击我们身体的细胞嘛，保持血管的弹性，本人较健康。嘛延缓老化哦，重要的是有7种的颜色的植化素嘛，做得做防癌饮食哦。嘿吼，头先讲自由基我都谈过，头先讲嘅地方我全部谈过，但是通常讲起来讲，嗰时我哋是一讲咯，人都唔是这样讲的吼，其实我哋生活的平常的饮食都好，但是我哋平常饮食我哋按用的去吃到很多东西咯。所以，搭船呢都要记得搭配7种颜色的植化素，蔬菜水果。现在
我是咧个几用的天天，做的多元选择、多元搭配。你係咪有一個簡單的方法？譬如講，我哋遇到我哋睇現實，可能是冇辦法是喺按到東西，我哋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法，比如可以，人講100年喺按到東西嘛。有也係一流行的綠拿鐵，錯冇？一當然冇嗌呀問題。綠拿鐵咖啡的一種嗎？唔係，其實用蔬菜水果加一些嘅堅果類去打一杯，像果汁用誒。其實同以前的生機精力湯還是生機飲食，差唔多嘅概念差唔多，佢都係用新鮮蔬菜水果去打一杯，加一些嘅堅果類。唔過有啲人啊，可能有啲東西可能對佢嚟講太難。都做得個強菜10個通過安尼果汁機打一下安尼。係因為一件事情幾重要，因為以前我們生機飲食嘅時候，我大部分媽媽是，可是一路講到嗰種生啷啷，因為其實講我們如果生啊，木薯芽是生的嘛，個芽有些一個芽菜類幾重要。但是問題我媽媽都唔好，譬如出場米幾重，一路真的是生啷啷啊。但是還有人同人講，可以3個係咪？3啊？3到5秒都做得咧。嗰個亂的，譬如講啊，買個長出啲，3下，安尼都夠唔可以有出場米啦。嗰種我哋平常米一比係咪？米一比，唔過呢，要注意有的像腰的無好的人啊，都會請教人家營養師做得點樣嘛，其實是做唔得。腰的唔好的人，因為鉀離子啊，會無法排出他的體外所以呢，要得蔬菜水果一比低度的鉀離子含量1高，鉀離子太高的人對腰的無好的人，他的神經傳導會受影響，所以呢，腎臟不好的人，一聽做唔得，注意唔好食咧。頭先你講嘅係個防癌飲食啊，因為其實癌症其實嗰種研究，但係唔係癌症嘅研究，如果食下東西，還是講有特別要注意嘅東西。其實防癌飲食一簡單，都像頭我講嘅，減重嘅飲食，現在好嘅是會莫現在加工類的食品，因為也得如係長久累積下來的是太多食品啊，太多的調味料啊，太多的化學合成的物質，還有化學添加物，也得都會造成身體的很多負擔。嗰個簡單一句話都講，多吃食物，莫多吃食品。係，冇唔錯，一個觀念，大家一定要記得。各位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你係咪感覺到學到幾多啊？你今日個感想係點呢？營養師羅總來現場。謝謝主持人。我係營養師，入面呢，我同大家個強調一個好的觀念，都係講，現在好的食物做唔得，現在太多的加工類的食品，安尼對人的健康是有較幫助的。各位觀眾朋友，你記下來冇？休息一下哦，大家停下先嚟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的時間呢。我親愛介紹，我係王正祥，來自於屏東鹽場志祥，刺激導演屏東分會，一篇係紀先生，一篇係陳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介紹呢係英文運用，英文運用呢係對我哋嘅兩國、我哋嘅眼神用嚟訓練我哋頭氣。幫我哋平順好一個好水木，更加觀眾朋友都聽我哋呢兩隻腳稍微打開來一些。而家觀眾朋友聽我哋做呢，首先呢我哋呢兩隻手拿放起來，我哋呢眼神向後背一些，兩隻手喺我哋呢耳弓邊，也係吸氣。數多陣嚟眼神，打出雙手拿到眼神，係都有隻開始係頭氣，我哋慢慢嚟順對我哋嘅眼神落下嚟，對我哋嘅大腿嘅內側兩片身後長出嚟，都有隻耳弓邊，都有時間要注意下，停頓一下，我哋用吸氣嘅動作，慢慢嚟行起來。都有時間，我哋呢手呢唔好再拿到頭拿到眼神打出來，
當我哋呢樹春熟葉來過後呢，我哋係頭起同起頭出嚟，幫我哋呢起頭平順過後呢，我哋呢就會好好啊度樣一水木，因為更加人歸檔冇吐水木嘅嗬，啊利用我哋吸氣頭起。比如順的時節，我幫我哋頭起呢會順暢，也係嘅嚇，慢慢嚟係以很多陰雲醖釀。我哋都有我哋呢樹根行起來，吸氣慢慢嚟嚇，都有這意。吸行嚟，我哋呢樹根唔好同意，我哋呢眼神打出來，都有。我所講同觀眾朋友示範講啊，我哋要注意哪一點？注意地方，當我哋下去我哋呢時節後，我哋呢樹，我按呢嚇，注意我哋呢樹按呢，我哋呢樹節冇變數，喺我哋呢樹節打平來嚇，樹節打平來，都有時節樹根呢頂我哋呢耳光邊，耳光邊呢有嚇，有人會拿空起來，有人會變下來，也要注意到頂我哋耳光邊。做嘛講我頂我哋呢耳光邊，都頂我哋呢耳光邊，我哋呢腰骨同我哋呢兩骨，那會順，那會平嗬，同我哋兩骨綁出來，然後呢我哋呢眼神打出來，我哋呢松樹下嘅時節都要注意那一點，注意我哋呢腕關節，如果要腕關節，我按嚟翹起來。冇腳後係平嘅，順住我哋呢眼神下來，對我哋呢大腿內側都有時節注意，如果人貼唔到按下唔怕，注意我哋呢頭拿，如果人話按嚟哦，按嚟我哋呢頸頸會折動，我哋呢頸頸會多過後呢頸頸會唔爽快嗬，所以我哋呢頸頸會下去，個都有我哋呢樹節。我哋呢樹節有人會缺哦，都有時節。我哋有人會按呢唔好發吐順，我哋呢樹對呀就順嚟發出去，順出去過後呢，我哋講啊，我哋用吸氣都市狀態嚟慢慢嚟放起來。也要注意地方有人唔咩，有啲觀眾朋友會按呢，嚇頭腦會按嚟我哋呢頸頸會按嚟放起來，嚇。按嚟放起來注意我哋呢頸頸磨損，頸頸有壓動，我哋呢頸頸喺壓動呢，我哋呢神經會無法度伸縮，也係我哋講注意嘅地方嗬，觀眾朋友注意嘅地方嚟講係瞬間呢，我哋嚟做嚇，順嚟要做呢，都講我哋做嘅時節，我哋向後思維咪向後搬，注意嘅地方都講啊，我哋呢頸頸。我哋呢樹根有啲我哋耳光邊嘛，哦，我哋思維咪向後擺嘅時間呢，我哋用眼神嚟打出來，眼神打出過後呢，我哋呢松樹熟入來，腕關節變鬆連到我哋呢眼神慢慢嚟順下去，我哋呢大腿嘅內側順下去過後呢都一樣。哦，我哋天天嚟順到都有時間，我注意我哋呢腕關節同我哋呢頭拿頸頸有扭空起來嘛，哦，頸頸喺扭空嚟會對造成我哋呢頸頸呢兩骨磨損，所以要注意嘅地方都一樣，加一，我哋都唔是樹根再拿上去，我哋呢眼神就打出來，眼神打出來過後呢，我哋呢樹都純熱。隨熱過後呢，好慢慢嚟順呢，幫我哋呢頭氣順過後呢，唔好講下度講，我哋按補頭度個河水。觀眾朋友也嘅呢，喺我哋兩隻腳出學嘅時節，兩隻腳打開來嘅。我哋話嘅個成語咧，表示講啊，我哋呢眼神做鬆嘅，我可以做嗰兩隻腳合潮個成語咧嚇，就變腳。因為這個成語咧變腳呢，有人一企喺度呢，會搖搖晃晃，會冇穩，我哋訓練一下我哋呢中左線呢一個平順嚇，所以更加我哋強養以往運用我哋用呢兩隻腳合潮嚟檢查一下我哋呢眼神呢平衡有法度，兩隻腳平平嘛。
咱两只脚夹手的时节，又再有法度做安尼的动作嘛哈。观众朋友听到咱来做看咯哈，来检查一下咱的眼神，有法度两只脚夹手落的时节，再可以企的安装，再可以再做的都安尼，讲啊唔要摇摇晃晃。我摇摇晃晃咧，都表示讲咱的眼神左右无法度平衡。无法度平衡，会造成讲咱行路的时节会一个一飞吼，无法度去平衡咱的眼神，所以也系训练咱的种眼神的灵骨有张望，咱的看啦下有法度表上来嘛，也系灵骨的一种的延长的动作，帮咱的灵骨一节一节表上来哈。表上来一定要注意的地方，都咱的颈肩、咱的腕关节。咱的颈肩同腕关节呢有表上嘛，讲咱的灵骨有一节一节下去嘛。咱的灵骨一节一节下去的时节，帮咱的慢慢来帮咱的舒缓咱的眼神的动作哈。眼神的动作让来慢慢，让来顺。呢，咱的头皮会顺，咱的头皮会顺呢，咱的人就会轻松。人轻松，人都唔会引发脾气，眼神的偏痛都会过少。观众朋友，从来讲的呢，注意的地方有想到嘛？注意的地方呢，就是讲咱下来的时节，咱的手骨、腕关节，讲咱的头脑有变强松嘛？咱的颈肩有顺嘛？咱的颈肩无顺呢，我注意哈。注意讲咱的颈肩有压缩到嘛？喺压缩到的时节呢，注意点哦。咱下去，咱的颈肩唔好安尼哦，吼，手骨唔好安尼，咱安尼顺的下去过后呢，咱的颈肩变上来，慢慢的上来。咱吸气的时间呢，唔好真太力，吐气的时间也唔好一下就下去。所以讲，咱做的时间要注意吼，注意一点到吸气、吞吐气。咱吸气顺，吐气也会慢，所以吸气顺，吐气慢，也是一种的，本来就让人一觉到天光的一种的好睡眠的地方哈，要注意啊。观众朋友也是一种的诚意的哈，刚才来做连环的动作，连环动作第一的都是咱的脚打开来，脚打开来过后呢，两只手压放起来哈，咱做第一的连环动作啊哈，观众朋友听到咱来做。也系打口脚嘅，今仔咱个成日咧并脚嘅吼，也系再一次连环动作吼，咱再做嘅一两下来吼。观众朋友咱的
通常呢，以往弯腰都做得到呀，希望观众朋友听下哋好好啊来做，观众朋友我哋下一次哪来了？